语真联动，愈讲愈联动。大家关键。大家我小杰。前一阵啊吼，有一个英国的大学，迄个大学吼，伊发表一个研究，伫个期刊顶悬，学术期刊内底哦，伊讲吼，人对家己的自我身体形象，伊啊愈悬的人，满意度愈悬的人吼，伊就代表吼，伊的心理健康程度愈好。另外一方面吼，这个研究报告吼，伊嘛有针对无共的国家来去做调查。点来吼，台湾人对家己身体满意度排伫全世界第2名。安尼，咱台湾人其实对家己的身体就有自信的。是，我是看吼，规个亚洲，规个亚洲内底吼，我感觉台湾人算是真好看的。讲到这吼，我就想到其实咱台语有一寡嘛是伫形容一个人伊的身体形象的词。这个词吼，有伊的语境较中性的，嘛有甲人学落的，啊，毋过嘛有甲人咧翕相的。啊，头一个咱要来讲的就是中班，就是讲一个人伊的身材吼较中啊。中啊，就是比如讲，我讲这个人伊的身材中班，啊，袂讲足肥的，嘛袂讲介瘦安尼。啊，中班吼算是较中性的一个词，也毋过吼嘛是有讲学落的一寡词，譬如讲吼。飘滴这个词吼，伊就是咧讲，这个人吼，你也当做是查某，伊就可能生做真正足水的。啊，查甫囡仔吼，看起来就是斯文，这种感觉就像安尼。对，就是这款型的嘛。对，斯文，飘滴，就是我这款人。嘛是有一首歌，就是有唱到这对啊。对，望春风，你是要紧介绍这个话题，我继续讲落去的意思。我 Q 你啊。是安尼哦。对啊。你讲吼，望春风内底，伊就有一个歌词叫做“果然飘滴，兵马白，随家人主地”。这个查甫囡仔看起来吼，足飘滴的，缘投啊，斯文啊，是上刀的主地咧。也毋过吼，我先甲大家讲吼，逐个人的标准拢是无共的。为你家己眼光看过去，有个人感觉你这安尼是普通，安尼是好的，安尼是歹的。逐个人眼光拢无共，所以咱今仔介绍的词只是一个形容。好啦，我头一个要来讲的就是 A 股这个词，就是单纯咧讲这个人生做 AA 啊。譬如讲，我有足侪同学，伊可能敢若150公分安尼。你咧讲150就是 A 就对啦。无啦，我是讲伊就高水啊。还有另外一个词就是 A 等，伊嘛是讲一个人 AA 啊。啊，毋过伊这个人吼，伊毋若 A，伊身材算是足勇的迄款的。所以吼，咱讲到 A， 咱嘛来讲到另外一个词，有一寡词是咧形容人足瘦的。第一个就是讲吼，3PP 就是咱平常时来讲3B8，像我手看起来有3你嘛是3我嘛是3迄款。瘦其实嘛有另外一个词，就是幼骨，就是形容这个人伊的骨头就较细肌，所以看起来就较瘦。讲到幼骨吼，咱平常时咧食迄鱼啊肉，有当时你咧创迄肉，食迄鱼肉，有当时迄有细肌啊骨，迄嘛是叫做幼骨。你袂小心去插到脑后啊，可能会造成对身体微小的危害。看一个物件，毋通看伊细啊，啊，毋过有时阵你若无细力，你嘛是会对你的身体造成危害。是。对。啊，讲到这瘦吼，拄则讲的幼骨，就是讲人骨头较细肌，看起来瘦。啊，毋过嘛是有迄种较歹的意思。比如讲，我出来要讲的就是香，就是讲吼，伊这个人毋若是瘦，伊嘛有小可较虚弱的感觉。啊，另外一个吼，就是香气，就是消散了吧？消散了吧？就是这个人吼，伊愈来愈瘦，就讲伊香气。比如讲一寡破病的人啊，伊到尾啊，可能已经生命的终点的时阵，伊就是豆啊香气啊。咱讲到吼，同款是瘦，有的人看起来吼，真正是瘦蒙瘦，也毋过体格真勇，像我同款。观众朋友问看卖无？也问看卖。不要瞎掰好吗？譬如讲吼，像我这款，要安怎形容我这款人呢？就有一个词叫做铁骨仔生，铁骨仔生就是形容吼人生做瘦，也毋过吼体格看起来结实，真勇的感觉。真结实。譬如讲吼，你毋通看伊安尼看起来细粒仔呢，伊铁骨仔生。咱拄则拢是讲一寡瘦啊，还是讲这个词。啊，咱即摆要来讲一寡较颠倒边的词，就是一个形容人可能较圆的词，譬如讲圆玲玲，啊，佮有圆嫩嫩，就是咧讲这个人伊可能较圆啊，较肥，较憨灵的感觉。啊，有一寡会使替换的词，比如讲吼圆车车，啊，佮有圆狗狗。虽然有时阵吼，咱是咧讲这个人伊可能体型上看起来较圆较肥，啊，毋过嘛是会使讲这个人伊就是体型较高水。有一个词吼，这确定吼，就是较负面，叫做汉普。汉普这个词吼，意思是讲吼，这人看起来那精致啊，就是咱台语咧讲的贵水，因安尼
个虚胖的迄种感觉。嘿，讲到面，还有一个词，甲咱拄则讲的标底相共的，就是红仔面，就是讲吼，即个人伊生了足水，亲像洋娃娃共款，咱就会讲即个人吼，伊有一个红仔面。一般吼，咱咧讲人幼秀，也毋过吼有当时啊吼。有的人会开人又骹又手的即款，然后来讲屁想，譬如讲尖骹又手，这个的意思呢，就讲即个人吼，袂晓做粗重的啦，搬一个桌仔，伊看起来搬袂起来。可能搬一个都骨折安尼，转去啊！咱今仔日其实学着足侪形容人身体的词，对。啊，大家知影遮个词安怎用，会晓用，我感觉这是真好的代志。啊，毋过其实伫咧平常的生活当中，咱伫咧甲咱身躯边的一寡朋友，就是咱爱互相尊重。人的身体，啊，唔通你学了这个词，啊，就是摕这个词去甲人屁想安尼。可能你的瘦，唔是我的瘦；你的肥，唔是我的肥。是，你的水，唔是我的水。你的缘投，唔是我的缘投。是。咁要继续落去无？我的缘投就是我的缘投，唔是你的缘投，是大众的缘投。安尼后回这时间继续循环，大家一年等，拜拜。